今仔日，就是爱豆豆想开一寡代志，就是讲今仔有上家教的课，线顶家教，到我有冤家吼，有冤家过这个老师，毋过伊今仔日就是时间无接接袂准吼，就可能袂记啊吼，也是其他的原因，伊就无准时来上课。毋过我人就真好吼，足好礼，就伫遐等伊。有可能伊嘛想讲我嘛毋是啥物做歹斗阵、做歹剃头的人，就甲我开讲。嘛是有为伊身上学着诚济台语。就是咱若讲定定听广播电台播音员，有可能讲的台语就是迄几句，就爱拿换。即个老师伊嘛有一寡较台语气、较口语的讲法，嘛足值得我学习。毋过就是讲无法度讲听伊自头到尾，伊一个人在讲。伊头壳内底有一个想法，就讲伊有一个主题，而且伊的迄个题啊，拢是较严肃，就是对我甲伊来讲，拢足青分，足无生活化。举一个例，伊今仔的主题就是这武汉肺炎，即马豆豆伫解禁以后，有啥物产业，有啥物变化？这我哪会知？我颠倒甲伊讲一寡故事，我迄时阵就我听着一寡影片，这啥物中国上海这较悲惨的故事，甲伊讲。毋过伊就讲这甲主题无关系，伊就较无爱听。伊就心内有一个主题。毋过讲到伊喜意的，讲唱歌，伊就开始讲。我想讲安尼讲嘛好啊，伊阁烦恼讲白当咱的主题是啥物？我想讲这主题，就是拢是我甲伊拢讲袂出，毋知要讲啥的主题啊，拢无感觉的主题。你讲啥物产业会受到影响，会较好，抑是较歹？若讲有一个文章会当讲咱看的，发表感想，安尼嘛较有话讲。就变讲若干若是起一个头，咱就讲咱的，安尼嘛真好。毋过这个老师就一直爱甲即个题目，我甲伊阮开讲的主题，讲后白当走去，爱继续讲这。讲这个主题就是拢真无趣味的题，有啥物好讲的？阮嘛毋是做啥物产业，应该爱讲一寡较生活化，甲阮的生活经验较有关系。毋过这可能就是一个教学的一个技巧，伊可能无掌握这个技巧，就是用头壳内底伫想的。毋过就是嘛算是开讲甲有聊聊啊，讲袂想着进前冤家怨恨，变讲信任豆豆建立，伊嘛袂开始伫遐算这算迄，超工算互我看，较袂安尼，袂讲甲我报仇迄种感觉毋过伊嘛是无甲我指点讲我有一寡事我讲甲幼稚，讲甲重大，伊嘛袂讲甲我改进。就是变做讲伊教学的这个撇步，阁无够厉害。毋过对我来讲，我
就是开钱找一个讲台语的台语伴尔尔。嘛无讲足大的要求，就是望讲伊着让一寡机会互我嘛会使讲，莫讲自头到尾拢听伊一个人伫讲，讲的话题阁是较无意思，较吊腕，较像讲，就是较无生活中的经验，会当讲一寡家己的感想、家己的经验，家己发生啥物代志，即种阁简单，阁好讲，而且讲出来阁有一寡感觉，毋过就是每一个人，伊有欠点，我着变做爱去看伊的优点。优点当然就是台语讲甲真好，伊讲台语实在是袂歹。我上较无好势嘛是讲台语这方面。我嘛是豆豆去学习，就是讲，有的人学物件可能学较紧，毋过我嘛有我的优点，我可能发音、即个拼音学甲较痛苦，学较慢，就是有紧有慢，迄每一个人就是无共款。毋过我对讲文字的即种语感，我是较有兴趣，而且对文字的创作，我嘛较有一寡把握，就是拢爱看着讲我的优点、欠点，毋免讲像即个老师共款讲，硬要安怎，伊硬要讲去讲一开始的主题就是这，袂当走去，爱一直讲即个主题。毋过这主题嘛毋是伊的专长，就是伊想中的尔。甲我着无啥物感觉，无啥物关系，甲伊嘛共款无。这就是一个人伊的理念会去影响着。我嘛是爱开始想讲，我是毋是嘛是伫追求讲，爱互人学落。我想讲，我若追求讲台语爱有一个台语人的开口，毋过这就是我上着的一个所在。我有法度去学即个白话字，学一寡汉语，学拼音，阁请老师甲我调整我的发音，啥物日声，拼音，有法度。毋过就是讲台语爱有一个台语的开口，迄种腔，这就是无法度讲想要爱着会当做会到。我着毋免去求这我嘛有想过就是大家拢感觉这好，这重要，这嘛是一种洗脑的观念，毋是讲别人讲对就代表伊是重要的，是要紧的。亲像台语人无爱听一寡古早因无听过的台语，即摆大家拢去创一寡词，讲啥物宇宙，宇宙是古早就有，毋过可能因迄个年代无定咧使用，有的人就听甲足热闹的，就会无欢喜，就会甲人就会管，就会甲人管，讲你讲台语爱安怎，爱安怎。这无代表讲因讲的，我着爱需要拢完全拢接受，毋免就是我家己爱判断。亲像讲虾米先生，伊嘛有伊的坚持，毋过我着看着讲，伊真正有伫甲人斗相共，有去做一寡代志，
而且伊袂讲去敬人吼，敬讲较优秀的啊，较贤的啊，伊毋是安尼敬，伊就是讲对方有即个心，伊就愿意去甲伊牵教，袂讲即个人我着看伊无吼，伊毋是我的目标。无亲像有的人有可能伊想要拣一寡认证认证考较诚好的学生仔，变做讲我这无考认证的，就毋是即个老师重点，伊的要紧的学生，有可能伊就对我就较无插袂安尼。下笔老先生伊就是讲，你提出你的心意，你着真正想要学，嘛有去练习，伊有法度做会到的，着甲你牵教一下，安尼着做符合我的需求，就是我嘛加拍拼一下，就会当去甲伊请教问题，伊袂紧讲这个人袂去上课啦，袂安怎较袂安尼。我嘛会使对着即个黑米老师去学台文。若讲伊的理念甲甲大多数的人无共款，嘛是会当做一个参考。有可能即个黑米先生想要讲一个较顺的，就是无受到国民党政府来台湾统治迄个影响大来影响，迄种时代背景演变的台语，伊想要恢复，即种台语的用法，即理念当然有人赞成，有人是无赞成，毋过着对伊去学，这嘛无啥，就亲像讲，我会当讲一寡受到华语影响直翻的，毋过我若阁有一个才调，会当讲一寡较古早，较有台语气的，安尼嘛诚好，这就莫造成我的一寡固执，莫互我的固执讲发作起来，就用一个学习的角度去做。我想讲安尼嘛袂歹，若亲像讲，我开始听广播电台有诶播音员，会直接讲华语，若毋是足严重，抑是讲播音员会一个台语较好，一个台语讲甲普通，两个斗做伙，我嘛想讲袂要紧，我毋免去强求。有诶就是播音员的 Podcast， 因本地的台语诚好，毋过因访问的来宾就足惯势讲华语，安尼我就是紧来听，嘛毋免讲去甲人排斥，就是我的心情爱放较冷的，会当接纳较济的物件，也无好即摆爱找足顺的台语的，阁听起来会当讲，会当讲听甲袂爱困的，嘛是爱诚找，就毋免去遐勉强，就是尽量这个人播音员只讲华语，毋过有诶播音员讲共一个新闻，伊即句话会用台语讲，安尼我着为即个播音员学着迄个字，另外一个播音员学着另外一个字，安尼甲因斗做伙，着学诚济，着较完整啊。而且我嘛是讲较无台语伴，变做讲台语讲甲虽讲是顺，练甲诚顺，毋过就是无互人感觉是我伫讲台语，就若亲像讲我甲伊先伫讲华语，毋过听起来阁是台语，
有可能有互人即种感受，安尼嘛无要紧。我即摆就是家想好开，有一天，相信有一天我会找着迄个撇步。我就是心中有一个讲，会记条条讲我即个方面无法度做甲安怎。安尼有一天，我会突然间有即个灵感，突然间有即种感觉，有一天会开悟。我相信会安尼。即摆拢是我伫吸收，吸收一寡练习，一寡别人的智慧。有一天我会找着家己，家己行出一条路。我相信的，就是我莫放弃，而且台语虽讲就是讲，大家拢介心足无要紧，安尼嘛有好处啊，就是讲。大家拢无甲我抢，安尼我若豆豆仔去拍拼，就有一寡成果。就袂输讲我今仔若伫网络去放一寡台文的文章，迄就有价值。足侪人拢无爱写，写甲短短安怎安怎，无一寡现代人台文的创作。毋过我若有法度去创作，虽讲就是讲写甲普通，毋过就是一个火种。我今仔去上班的时阵，有想一句话，就是讲，即摆看起来无完美，就是即个完美计划一部分。我相信是安尼无毋对。也无为怎样，毋是每一人拢遐顺遐完美咧。若讲今仔日需要做熬、做有天分、做有才调的人去做即项代志，安尼为安怎毋是安排互做厉害的人去复兴台语，是找就是即个生命去找一寡两讲，还是讲无即个条件，有心，毋过条件可能无啥好势的人，为安怎安尼？因为讲有条件的人，有可能就无即个心。因为侪人拢是看着家己无够的部分。若讲伊台语讲甲真练短，伊就袂去想讲，我搁爱去学台文，帮助我讲台语的发音搁较正确。嘛袂因为讲找无生活中无台语伴，就足珍惜写台文，用台文去表达机会，就造成讲做有才调的人，搁爱做有心，这可能一个两个，袂足济。搁较济拢是有心，毋过就是无即个环境，无完美，有欠点，安尼这就是上完美安排的一部分。这意思就是我写册、写小说的时阵，我袂去安排讲一个啥物拢无欠，啥物拢诚好的人，伊完成一件代志，即个故事，安尼听起来真正会足顺的，毋过无即个长势，就足普通的一个故事。毋过我若讲一个人，伊就是离即个目标就是诚遥远的人，毋过伊内底就有一寡因端，伊为安怎会去学即项物件，会去做即项代志，结果竟然是足无共款的。完美有才调，拢做下做即件代志的人，将其尾甲即件代志完成了，即个
故事无滋味。我想讲，这一切拢是为着一种搁较大诶计划，内底有滋味，有互人互人有心地震动诶所在。我相信有为着即个因端，咱即马当然看袂出来，咱是看袂着未来，咱干若看会着即马。若讲咱知影讲过去、未来、即马拢在诶，相信就袂遐遥远，对家己遐遥远。我相信是安尼。尾啊，我著今仔嘛有人回配互我，就是足久以前，我听 Podcast 有人伫遐喊讲，拢无身躯比无台语伴，我著袂捌，我著写批去问讲，你阁有需要无？伊有回批，经过足久以后，今仔日伊较回批，毋过伊嘛是有即个意愿，就是看缘分啦。我即马著较袂想讲爱安怎做，爱去强求，实在是毋免安尼。嘛免一直看别人，去看，这人哪会遐好运啊？这人哪会啥物拢有啊？这都若亲像讲，我伫看一个方格子，有一个讲。有钱人、好野人，伊讲迄个文化，即个记者伫写，伊就想讲，有诶人会想讲，我搁安怎拍拼，拼袂过讲即个天龙国内底诶人，因可能自细汉家庭就有这条件，家己搁拍拼，搁有资源，搁巧，毋过这就毋免去安尼比较，为安怎我爱甲天龙国诶人共款？为安怎我需要安尼？即马讲台语、学台语嘛是共款，我无需要一直看悬，无看低，拢毋免。我著看我即马有拍拼几分，有用啥物技巧，有啥物撇步。阁会当分享互需要诶人，就是一个箍仔内底，即马就有新诶一个网络诶箍仔，有认捌一寡人，这我相信是有意义诶，毋是讲我爱比啥物人阁较厉害，爱讲几名排名爱。诚好，也无就是讲，我诶天分爱比别人搁较知，拢无需要安尼，真正安尼去比较，是足冤枉诶，互家己无信心，而且嘛袂伫心态，阁有心灵方面有进步，我著爱开始改变。今仔日阁有同事，伊要找头路，就是甲我较好诶同事，看起来随风进前，我著想讲，想讲莫讲家己斗找头路，因为嘛想讲，希望即个同事，会当继续留伫咧公司。惊公司嘛有一寡，因为即个同事离开，变有一寡变动，有出错，安怎有可能就会改变即马，我做惯势的即个公司的制度啊，即个人事的安排啊，即个流程，即个气氛。毋过这我嘛无法度去主动，有时阵就是我嘛毋是主管，就一切放互自然。因若有找我斗3工，我就斗3工，嘛毋免去动，嘛毋免去
绍介一寡新的头路互伊吼。即马都我的心都无伫顶头，因为进前有安尼想，就是有一个强求，有一个想要求啥物物件吼，较会去做一寡代志。就若亲像讲，迄个处女座的股东师，随便伊离开即摆的公司，伫新的公司，伊游玩拢足关心，讲啥物人搁要离开即摆无旧公司无因伫拍拼以后，是毋是搁较惨？实在是毋免去想这，即个缘分就到遮，安尼就是甲伊放下。若讲搁继续关心，就是家己拢无放下。我即摆嘛是，就是学一寡放下的思想，较袂讲因为去求足侪烦恼，足侪痛苦，拢是想要强求，想讲这就是应该爱是我的。就若亲像讲，我着想讲，我着学遐济台语，学遐久，搁找老师。若讲一开喙，互众人学了，真做一个有台语开口的人，这物件应该就是我会较对。我着开始去求讲，即个应该是我的物件，哪会还袂得着？这拢是影响，是对我来讲足大的影响，互我讲，对讲我若讲台语，对方回我华语，有的人甲别人讲台语，颠倒对我拢讲华语，即种痛苦，都会当减轻即种痛苦。我无去求，若讲要找台语伴，着家己认真找，伫网络找。毋免望讲一个同事真够讲台语，看着我上好嘛一直讲台语，毋免安尼，拢随缘。若有拄着我拢讲台语，伊安怎甲我回，嘛无差。虽讲我即摆嘛有感受着讲，即个台语即个语言无做正式，有替人歧视。亲像讲，亲像今仔即个同事伊去找着新的头路，伊新的公司的人事就敲电话互我。一开始我就用台语甲伊回答讲，请问要创啥？有啥物代志？对方就讲，我敢是敲毋着电话，因为伊想讲，即个资料就讲我这个人是主管啊。虽讲伊是敲公司敲我的手机毋过伊暗算就是听到一个是讲华语，伊认为华语就是第一工课的场合足正式的。若讲有个人讲台语，有可能就伫咧厝，甲厝内的人私底下讲的一个语言，无就是阿公阿嬷卖物件的人，较自由的行业。我想讲，即个对方想讲，伫咧办公室、伫咧公司即种场合，应该是开喙、合喙，拢是讲华语较着味。若拄着这代志，我嘛毋免去惊吓，更加毋免去怨叹，这无啥物好怨叹。因为即摆环境就是安尼。若讲即摆环境好，嘛无需要我去做拍拼、做认真的。像讲我嘛无需要拍拼认真去学华语会晓讲华语的人遐济，我嘛无法度讲做到主播，无就做甲啥物华语的 podcast。
毋过，若今仔日我有即个心，嘛练甲袂歹，我是有机会用台语去讲一寡内容。就算即马听的人无济，毋过我相信，这物件留着是有价值的，因为有一天会有人有即个需要，伊想要听一寡人讲台语，毋是讲拢伫咧背药仔，有可能伊会当讲足侪代志，甲较现代的生活，就是亲像讲，侪人用华语来小解电影、剧情，一本册共款。为安怎都无人用台语来小解一本册，一出电影？希望讲，我若台语练甲袂歹，我嘛会当做即项代志。若假使讲听的人华语可能几万人，台语可能就是10个人，有可能是安尼。嘛有可能拢一个人拢无。毋过对我来讲，即个台语的讲话内容，无就是文章传落去是有意义的。毋过即个华语实在是，你讲会去找出来的人济有无？有可能无呢，因为每一个人拢做到用台语去写伊的故事啊，亲像伫迪卡顶头都是安尼。每一人拢写甲足趣味，写伊的感情，这就是素人，就是素人去写伊的内容，去产生伊一寡趣味，大家颠倒爱看，毋免讲是一个名称足有名的人，伊在年代想要看的内容是足有名的人，伊讲啥就讲足有道理的。即马颠倒会想讲足有名的人讲的物件拢是较无意思的。若讲是网友家己拄着啥物代志，用足趣味的即个开口，用花文写出来，就侪人爱看，爱去应声。华语就是诚侪人去使用，毋过我认为台语的话，伊留落来是有伊的意义。即马是大家无即个概念，还袂较醒，对使用上毋免去加学，嘛毋免去甲人去论证，一个足单纯的，讲华语一讲拢无问题，拢足主流，大家都足爱用。毋过我相信有一天，大家观念会无共款，我嘛毋免一直望讲，即工爱紧到我较会出头，莫去求，莫去强求，我就是做一寡我认为有意义的代志，就是加做，毋过莫去加求。我以前就是求伤济，做足无力的。我即马就想讲，我若录音，录我的日记，讲甲无啥好势，无即个台语开口，亲像华语人伫讲台语，嘛无要紧。我即马就豆豆啊，甲我心头的迄个结，甲伊透开。我即马有伫使用，就变做讲我有印象。若讲我听着别人安怎讲台语，我会知影讲这人讲甲真好。我有使用，我就知影。我阁会使学起来，就是加学，毋免去求讲别当。我为即马起，就希望大家拢听我的台语，甲我鼓励，甲我学落，互我出名。因为我即马想要做的，就是甲
变我诶心情，改变我诶心理。我若讲搁去求即种要第一名，比只是换一个物件尔，就是以早是写查甫的甲查甫的长老老的小说，想要大家拢做爱看，做注重，做学乐，而且拢吸引侪人来看。若无得着，就做痛苦，搁去怨叹，讲即摆人是安怎？阮嘛写甲袂歹，哪会颠倒是凊彩写的人，安尼无智慧的小说，互大家较有即个声色，就以早拢即个观念。即摆我爱改，当然就是我的观念，就袂当搁用以早即种旧观念，无我就是为写小说变做学台语，痛苦游玩，就钉伫心肝头，像石头共款。这石头只是换一个名，毋久拢无改变。我即摆就是爱甲即个石头仔，心肝内底即个石头仔，甲伊刷互开。安尼毋管拄着啥物代志，有啥物我的人生故事有啥物，即个生命有啥物改变，我游玩感觉足满足、足欢喜的。这就是我要做的，毋是去追求一个目标，结果逐工真痛苦。我就是即个观念甲伊改变，我的人生，我的心灵较会真正学甲搁较好，就是安尼。